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即马新冠肺炎大解封，病毒敢若妖怪四界撞啊！囡仔头一个会受到影响，不过病毒虽然百种，可是定定出现发烧、咳嗽、偏水、类似的症状。咱做家长定定急甲亲像小狗真惶恐。有时阵，什么时阵就要送急诊，什么时阵通好安心互伊困，到底要安怎？今仔日，互你免估估，一遍，互你听好准。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小兒科醫師，同時也是咱台灣兒科醫學會的理事黃立心黃律師。大家好，我是黃立心醫師。那麼第二位呢，是咱康寧大學嬰幼兒保育系的教授陳麗珠陳教授。大家好，我是陳麗珠。那麼第三位是咱老朋友金健康的總經理洪素卿素卿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呢，請到三位來。之前咱就講過，這新冠肺炎哦，即馬開始要病毒共存啦。原來這個病毒共存哦，唔那是要甲 COVID-19 病毒共存啦，啊，佫有百種的病毒。今日咱遮也有 RSV， 聽起來敢若迄個休旅車叫做 RSV 啊。哦，啊，到底是安怎？伊這個 RSV 哦，嗰個成分目前哦，唔那是這武漢肺炎。啊，有誒也講啊，這個可能是安怎？尤其是疾管署呢，監測發現，最近2個月啊，這個呼吸道的這個疾病啊，開始這 RSV 開始啊，阮兜這個囡仔，已經1個月按2擺啊，尤其兒童感染的病例有夠多，規間的這個診間啊是馬好啦，啊醫生也警告，講 RSV 這款病毒可能會引起到哮喘，啊氣喘啦，也是呼吸的困難，尤其2歲以下要特別注意來看覓。新冠本土疫情長好，也毋過各種呼吸道病毒所開始升懸。經過疾管署監測發現，9月以來呼吸道融合病毒，簡單叫做 RSV， 兒童感染人數快速增加，平均住院的天數是5至7天。有些住院以後呢，可能需要使用高濃度的氧氣，或者甚至短期的要使用呼吸器，那就會進加護病房。所以它目前是9月、10月在台灣對兒童威脅最大的病毒之一啦。醫師表示，呼吸道融合病毒較會發作佇秋季到過冬年的春季，主要是喙瘻甲接觸傳染。潛伏期是佇18天，初期症狀甲感冒真類似，包括發燒、咳嗽、流鼻水等。因為肺部的痰增加，喘氣的時陣會有響響的聲音，甚至可能會發生喘氣困難，對2歲以下嬰幼兒有較大威脅。一旦發生有哮喘啊，或者是說那個的呼吸道的不舒服的話，其實對這些的氣道原本就相對尺寸比較小的小朋友呢來說，會有更大的威脅在那裡。醫師警告，今年寒天恐驚有多種病毒感染的趨勢，除了新冠病毒，也有呼吸道融合病毒、流感病毒、肺炎鏈球菌等，攏強要壓起來。若爆發多種病毒感染，死亡率相關會增加到8倍。提醒民眾以外愛掛喙暗定洗手，唔通因為國門解封就放零。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看到他在影大內面啊，也有甲你講，講這個 COVID-19 這新冠肺炎的這個病毒，啊，甲這個所謂的 RSV 的病毒無共款，但是呢，大家愛聽甲霧煞煞，就是知影無共款啦。但是實際上，這個症狀啊。十片啦，起氣毛啦，講四肢無力啦，活動力啦，較降低啦，也有歹腹肚的，也有咳嗽，也有會吐的，也有發燒，但無一定大家攏招聞啦，有誒是安全，有誒是安，所以一開始大家都分袂清楚，啊，就會緊張。醫師你甲咱講看覓，咱先來講這個 RSV， 好，甲這新冠肺炎的有啥物無共款，症狀上。其實這2種病毒自開始的時陣，大部分的囡仔攏會發燒，但是 RSV 的特色是伊的嗽會較厲害。嗽較厲害。伊的嗽較厲害，從一開始伊就會嗽，就是有痰，囡仔就感覺講嗽較足厲害的。
但是 COVID-19 的部分吼，尤其是囡仔，主要是烧为主，嘿。主要发烧。主要是发烧，会烧啊，但是扫流鼻这会较少。但是 RSV 烧无一定会足悬的，但是伊扫会足明显的。所以你看，迄一开始就一直扫的，迄 RSV 的机会较大。哦，但是嘛是机会较大尔。较大对，你若自发烧的囡仔，你带来互我看，我嘛无办法甲你讲。医生啊，我无办法。嘿，啊，但是 RSV 会使做检查啦。COVID-19 嘛会使做检查，所以自开始，因为即马囡仔若有发烧，会使伫厝内底先做快筛嘛。吼，你若快筛阴性，吼啊，但是一直扫，啊来诊所的时阵，咱会使家己做一个 RSV 嘛有快筛，但是 RSV 的快筛爱医生做。医生做。嘿，医生做，因为迄较深，嘿，医生做。啊，若是阳性，敢若知影讲，这是 RSV， 嘿，啊那阮就会较注意安尼。因为即摆吼，比如讲阮兜的囡仔送去，啊，医生就甲咱讲，咱先看卖是毋是这流感，先做流感的这个快筛。啊，以前啊做这个动作无做 RSV， 你甲猜想？RSV 其实吼是断医的病人，咱都会做啦。嘿，因为迄个关系讲，以后咱爱注意伊的扫、伊的喘。嘿，那啊，但是一发烧的囡仔，因为流感吼，伊有药啊会使用。嘿，囡仔较细汉，但是流感你若是所以意思是讲，如果你若是流感，我就特别有这个药啊，对症下药。对，因为抗病毒的药啊 ，COVID-19 有，但是迄大人才会使用，囡仔无。嘿，但是流感这药啊，囡仔甲大人都会使用，嘛是先针对这。对，啊，其他拢共款，差不多。其他拢是症状治疗啦。因为我看三个先生啦。三个先生和我的药啊比较者，我去一个去查，啊，拢差不多。主要是你有啥物不舒服，咱会开症状缓解的药啊，互囡仔。嘿啊，若发烧，会使互伊一寡退烧的药啊。因为烧的时阵，囡仔会足烦，会足不舒服的。但是你若互伊较退烧的，囡仔精神若活动有恢复，你就变烦恼。哦，我先讲到这个反字哦，拄到这个反字哦，要请问这个教授吼，教授，这若囡仔咧反的时阵吼。那敢若饲药啊就好啊，都唔知哦，这捂甲安尼后，规个药啊，甲你捂喺你大人的面安尼，捂甲规涂骹拢是啊。迄到底要安怎甲制服？我拢讲用制服的，啊要安怎用？有哪高正拢无效。哦，讲到这囡仔要食药啊吼，我相信足侪家长应该拢真头壳疼吼，因为咱这照顾囡仔爱有一定的经验吼，啊，若对于无经验的家长来讲吼，第一就是讲，囡仔食药啊，当然有当时讲袂听啦吼，啊，事实上你亲像啊，搁细汉的时阵啊，拄啊主持人吼，咱帅哥讲着讲。参物牛奶内面食，拢食落去啊，安尼嘛是袂歹啦吼。啊，但是基本上阮是无鼓励，吼，咱是无鼓励。袂使参物牛奶内面。对，因为有的囡仔吼，伊可能安尼，感觉后摆牛奶伊拢不爱食，伊讲牛奶拢是迄药仔的味，伊不爱食，吼。所以咱基本上是。有点解伊感觉牛奶安尼好食，以后的牛奶伊就歹食不爱啉。对，改变到迄牛奶本来的口味。但是有效果的问题吗？效果基本上是还好啦，嘿啦。啊，我会建议讲吼，你莫规罐牛奶加药啊加落来，你家己分开20cc 的牛奶先摕出来，你先加药啊。嘿，因为药啊会较有味，中应该是有加抗生素，还是其他药啊会较苦。啊，其他若是发烧的、流鼻的，其实是袂讲介歹食啦，袂足苦的。我是感觉我拢甲讲这是果汁啊，但是伊就是知影。但是有一个药仔的味啦，伊就无爱食，送进去啊。我感觉囡仔有即摆囡仔真巧啦，伊目色嘛真好，伊是看就知影迄是啥物物啊啦。啊，所以有当时我感觉这甲个性有关系。像阮进前阮厝内底有一个，阮算是我外甥女啊，嘿啊，伊就是自细汉就个下句啊，有够歹饲药啊，一饲就饲甲吐。啊，你唔知讲到底要食无要食，因为我想饲了，我较可怜。啊，就是看情形。可是我感觉，除了饲药了后，即摆啊，爸母较可怜，是因为吼，大家拢生了足少的。我当时生一个啊尔，因为你若生2个、3个，你有经验嘛，你知影讲安怎处理才好。即摆拢生一个，你知影？啊，看册还是看 Google。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即摆到底是啥物毛病？因为像讲今年的冬天真正分袂清楚。真正分袂清楚，因为这波你讲这样，这波的流行就是 RSV。因为我即摆脸书
看，即个嘛 SB， 迄个嘛 SB， 迄个进前医生就讲啊，拢是哦，你看迄加护病房啊，吼，一礼拜差不多一2个 RSV 入来，吼，啊，有诶讲迄开业医嘛是看到啊嘛 RSV， 啊，有诶讲你讲到重点嘛 ，RSV 会使人住院的。因为较幼囡仔，啊，你也较幼囡仔，红牙的时阵，迄2岁以下迄有当时较危险，吼，啊，有诶医生就讲，最近吼。甲迄个小病人开讲嘛，因为你也甲伊哪开讲，伊才甲你袂惊呢。哪开讲就讲我讲，无，阮即马拢无去读册。讲你啥拢无去读册，恁遐是有 COVID-19 嘛？伊讲无，啊，就是大家一直感冒是安那，可能是其他的毛病。啊，一间明明30几个学生啊，拢总剩7个学生咧上课。啊，老师就讲，感觉即马家己感觉白雪公主咧，因为7个小孩拢总剩7个，就是讲你看迄个诊所啊，你病医啊啥，拢真济。啊，所以即马家长就讲，即马到底是啥物？所以就像拄仔讲，可能 COVID 较危严，啊，开始到后壁迄流感啊、RSV 啊，进前个什物梅将军肺炎，啥一大堆啦，根本都毋知是啥。啊，伊迄个新手爸妈，即马嘛知影创啥，感觉发烧又较严重，知影去。其他就是想讲，即马就是翁仔某互相看嘛，即马敢要去啊无？对，就是咧参详这。咱小安再来讲这个问题。咱先来讲吼 RSV 啊，这事实讲吼。咱以前我以前唔捌听过这个 RSV， 我敢若知影修理车啦，叫做 recreation， SUV 啦，吼。这 RSV， 我问阮制作人，阮制作人后生拢出业啊，唔捌听过，吼。阮往当初嘛问讲，这 RS 唔捌听过，是最近才开始大家有这个病毒出来，还是讲自早就有这个物件，只是即马媒体较发达。所以才有这个名词出来，医生。这足久的病毒啊呢，我做医生要20外冬啊，每年的秋冬 RSV 拢是足重要的病毒。吼，这真久的病毒。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拢带吹红啊，囡仔都无去上学，嘛无搁带去佚佗，都无其他的感染，就 RSV 都无去啊，都较少啊。去年甲前年开始，阮足少看到 RSV， 但是即马开始解封啊嘛，大家要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囡仔就开始啊，因为本来差不多统计吼，个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9成以上拢有得过。9成以上拢有得过，拢有得过。咱头下讲吼，咱6岁以下的囡仔一年头感冒10摆。你若去抽血看迄抗体啊，9成以上拢有得过，所以这是足重。我看到这抓，我才想讲，哇，我今年着2摆，毋落搁10摆才来读。即马都拢读第这3个月啊，因为进前无嘛。但是你应该要接触这病毒，应该爱破病的。哦，这我就要请教这个例如老师啊。像阮囝安尼，伊着2届，照平均来看，伊还佫有10届，是爱防治，爱安怎甲包起来，莫互着，还是互伊着？咱像老大人讲，就爱去爱安怎保护？还是放互自然？讲到这款传染病吼，基本上伊无终身免疫啦，就是你感染过，你会佫继续感染。会反复啊，重复啊。这是老朋友啊。嘿，老朋友啦，对啦，嘿但是咱基本上会当尽量你感冒的时阵这款10月秋天开始真侪传染病不管会发烧的，但是会咳嗽的，但是会出鼻的但是会落屎，但是肠病毒这拢继续拢有咧传染流感嘛是，所以大家拢斗做伙啊，所以呢。咱希望家长大家第一拄仔讲到食药的时阵食药当然是爱照医生的吩咐，照医生的吩咐，这就是阮做排卡咧教老师的时阵，阮会教教保员安怎去照顾囡仔，这爱照医生的吩咐食，像拄仔医生讲的，你开偌济药你爱一届甲食好完，所以迄牛老师，你现在录节目，当互我招呼的。好，无问题，下转去甲囡仔算的。哦，敢若葵花宝典呢？葵花宝典另外你就是爱看标示，有针对无？剂量食了有正确无？而且你摕药的时候，你嘛要摕互对哦，莫摕到别人的哦。这个标示看清楚。另外咧，咱看医生，咱嘛要教囡仔。参像拄仔讲看到医生伊就会惊对无？你来甲讲医生足伟大，你看咱电视咧看新闻的时阵，就看到迄 COVID-19 的时阵，哇，真侪医生拢救济迄款
把迄寡病人救回来吼，所以咱爱感谢吼。啊，医生大概伊甲你看诊结束了后呢，咱教囡仔讲哦，哇，咱身体转去药啊食吼，伊就愈来愈好，人就拢爽快啊，爱感谢吼。这是看医生的过程内面，咱是一个教育吼，咱甲这个教育的观念。下入去了后，囡仔吼会当在平常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哦，这是医生哦，伊是为咱好吼，而且吼，伊会当甲迄病毒吼刣了吼，参像即款牌卡，这游戏牌卡吼，咱就是会当甲囡仔做一个角色扮演吼，参像阮即套桌游吼，这是我做教育部的迄个计划的超工发明的，超工发明的，对，吼，我嘛无咧卖啦，所以你们一定爱送你一套吼。这就是吼，大粒瓜，小粒瓜。转去就是甲囡仔耍，吼，阮希望家长吼会当平常吼，就甲囡仔吼，加互伊一寡观念，吼，第一就是你看医生，医生是一个角色嘛，他也是一个社会功能吼，所以是一个。维护大家健康的一个角色，吼，咱就用这个牌卡，甲囡仔做一寡互动，吼，另外咧，互伊知影讲，咱的诊所，吼，你平常时蹛诊所看医生，吼，这医生就是咱的好朋友，吼，亲像咱黄医师安尼，这是一个家庭医师的观念，上好是莫去急诊啦，吼，上好嘛莫走去大病院。但是教授，歹势，我小甲你拍断一下，但阮兜迄只才2岁半。他对迄种话，伊完全无理解啦。伊敢伊敢若捌讲即个叫做 Polly， 即个叫做即个机器战警，即个车安尼。所以无法度，我无法度叫医生扮演就是机器战警啊。这后来上后尾就是爱拜托伊，吼，叫医生互伊贴纸啦，互伊创啥物安尼。这个互动当中，咱是苦苦一直甲讲，对，苦苦一直甲讲。但是吼，还有一个问题，即我要请教苏经济啊。即咱一般吼，尤其即马诊所人足济，伊看到人足济，伊就惊，伊就不爱入去啊。所以来一般，你有建议讲，到底爱去大病院，还是去小诊所，还是安怎？因为阮常甲厝牵手咧冤家就是安尼。爱送急诊好呢，还是送平常时的这诊所，还是送大病院，还是爱去急诊？这到底有啥物分别？咱就知影讲，咱袂当乱用健保的资源啦。这要安怎？一般来讲咯，就是讲看伊的情形有真紧急无？怎啊真紧急？紧急当然换医啦。就一定去急诊嘛。啥物叫做紧急啊？头一个就是讲，你看伊的活动力变足差的。就是本来拢活跳跳，一感觉袂叫嘛袂停，一直踮遐走来走去，突然间就是拢咧神叨叨，神叨叨就踮遐困，还是叫完叫袂起来，安尼是真严重的一种情形嘛。第二你都发烧嘛，因进前发烧，大概因为进前那个 COVID-19 啊，有就讲哦几度以上，大家知影讲哦有看到40几，迄个不得了，迄定爱去啊嘛，就知影去。第三就是讲有当时是，即讲像拄啊迄 RSV， 有的医生就讲，迄有的囡仔因为伊迄个呼吸道伊个气管甲下骹毋是足油的，对毋对？足油伊啊痰较济，去卡着伊呼吸的时阵，伊就足无力，伊就爱用足大的力才个吸起来，对不对？讲除了声音了，有当时囡仔你会看到伊迄鼻仔骨下骹去耐落去，因为伊即摆爱足大力要呼气嘛，吸气嘛。所以有当时会看遮反倒是边仔骨才下骹耐去。你看一寡镜头，感觉即摆甲伊平常时的镜头感觉无啥共款，你可能较紧急。不然虽然讲即摆诊所人较济，可我感觉人搁较济嘛，未比大病院的急诊的人较济啦。所以准讲也无真严重的代志，也是甲伊平常时完全无共款。你若是去诊所，诊所我感觉。即摆较总共也是甲你较有，你定来去看伊诊所。其实即摆有真济伊是预约诊啊，伊无一定讲你踮遐等，因为我感觉囡仔真艰苦，踮遐等，人考，毋知头前迄个是啥物病。本来我去是 RSV， 一尾好啊，后壁毋知讲有啥物病毒，我嘛毋知。所以我就讲讲。医生吼，总共你也甲医生讲好，还是挂好号码，差不多几点去再去。先约束才讲。嘿啦，先约束，莫踮遐等。如果你讲说，即摆足急，我一定爱去啊！你真急甲一定爱去诊所，无一定即个情形，无一定你是爱去急诊。
所以我感觉你用去看你这个囡仔情形。可是有当时即摆，就是即摆，就是讲爸妈家长真正唔知伊这个情形到底是严重啊无严重。这就是讲到重点啦，医生，我问你吼，这阮遮写吼，遮侪病啦，你去看 RSV 啦，吼，有普通感冒啦、流感啦、COVID-19 啦，啊，佮有病尾啦，吼，啊，这个航片啦，吼，脑炎啦，吼，诺罗病毒啦，吼。多系统的发炎症候群啦，即阮即行继续写，我嘛毋知啥物病，吼，Miss C 啦，吼，Miss C，Miss C 啦，吼，啊，即个肠仔毒，吼，即种的物件，甲即表现当中吼，你会当举一下来讲，绝对毋是的，譬如讲即个航片，航片吼，主要是发烧，嘿，但是你即马放心啦，我即马爱甲大家提醒的吼，就是讲吼，你免家己做医生，因为即马会使看医生嘛，所以重要是啥物时阵爱带囡仔去看医生，吼，爱一发烧就看医生，还是一扫就看医生，还是要安怎？吼，这重点是这，吼，我会甲大家建议吼，你若发烧，大家拢足紧张的嘛，有的就送急诊嘛，对无？但是吼，囡仔发烧的时阵，嘿，咱发烧的定义是38度2。你蹦兄超过38度，安尼就发烧。吼，但是你看囡仔发烧的时阵，嘿，人会神神无，会精神无好。啊，搁活跳跳。对，活跳跳对无？吼，啊，会食会困会佚佗，若是这拢会使，你免急要去看医生，你会使先在厝内底观察。但是世界上吼，有一种急吼，叫做阿嬷足急的。嘿啊，对。有一种令叫阿嬷感觉足急。但是不要紧啊，有需要你就看诊所，免去急诊，因为囡仔的活动足好的嘛。嘿，但是医生会来甲你看，啊，看有需要开啥物药啊，还是甲你互啥物建议，再来决定。嘿，所以这节目一定要叫阿嬷来好好看。对，发烧吼免直接去看医生，但是若活动好，会食会困会佚佗，安尼你会使先在厝内底观察。先观察一下。对，观察一下，爱观察偌久，差不多1天至2天，吼，超过2天啊，搁在发烧，爱看医生。超过2天爱看医生。超过2天爱看医生，啊，另外就是10片。扫这镜头10片扫，嘿，其实你嘛会使看2天，嘿，同款，伊若会耍会困会食，你会使看2天。就主要是活动力啦。对，活动力，嘿，啊会影响伊日常生活无？若袂安尼，无一定爱食药啊，因为普通感冒家己会好，3至7天家己会好。活动力就是会摇把叉安尼就对。对，你看伊拢正常，啊，会小可流鼻、小可扫，这袂要紧，但是。若扫会喘，你暗时听到响响响，嘿，会喘，嘿会喘，嘿啊，10片扫到活动力无好，嘿，这都爱看医生，嘿，所以重点是活动力啦。活动力，嘿，这我请教就教授吼，活动力我有读过，我嘛有 Google 啦 ，Google 就是讲吼，会甲你抵抗，手会甲你背，啊，佫有力安尼叫做有活动力，啊，佫有啥物现象会当来观察讲。这个叫做无活动力，当然知影规个人啊掂正者，当然是无活动力。到底这个要安怎扎这个分际安尼？哦，但以囡仔来讲吼，这囡仔发展的一个观察的标准来讲吼，啊，伊这个2-3岁，亲像恁兜的迄小 baby 安尼吼，恁兜的帅哥安尼，就是伊会当甲同爸爸妈妈吼，会当讲话，会当耍。吼，啊嘛走走跳跳，安尼拢真正常，吼。啊，但是讲看到人神神，吼，人神神，啊，佫看有吐无，吼，啊有当时伊来讲流鼻，吼，坐咧遐头拄仔讲的，流鼻油、流鼻。但是较熬塞奶哦。哦。会较熬塞奶哦。较熬塞奶。嘿，以前袂哦，我补会家己来吹补。啊，这咱做时代会心软啊。你感觉讲，啊，这是毋是安怎？啊，我摸起来佫烧烧，啊，就开始啊，就开始甲阮太太就开始咧讨论讲，啊，这是爱送啊，无爱送，啊，就会变安尼。不要紧，安尼就去诊所就会使啊。安尼就是去诊所。对，安尼就是去诊所。行啊，行嘛，伊不舒服嘛，伊会较塞奶嘛，表示讲伊需要帮忙啊。嘿，所以互医生看者，你会较安心啊。这翻译起来就是我需要帮忙啊。对，囡仔需要帮忙啦，嘿。哦，
我嘛需要帮忙。实在讲哦，爸母是上需要帮忙啦。对啊，嘿。哦，实在讲，因为咱哦，拢知影讲，啊，反正囡仔若有代志，啊，就送去医师遐。但是我即摆惊的是，有啥物情形，比如讲有啥物物件，咱就无注意会失觉察，吼，啊，这一瞬间啊就无去，敢有即种？进前就是迄肠仔病毒啊，伊也正讲有一寡动静吼，当时啊伊的病情的变化足紧的。我印象我进前有一个朋友就讲，伊迄当阵迄年就足流行的嘛，啊，就真侪囡仔互话着。伊讲伊迄当阵印象真深，就讲伊的囡仔就是去台中啊，啊，就是逐个拢是堂兄弟姐妹，逐个台北耍。啊，迄当中毋知影其中一个堂兄弟姐妹吼已经有话着啊，啊毋知啊，逐个囡仔一定是安尼揽来揽去动啊。如果足紧的哦，伊可能早起看，你感觉伊活动力袂歹，规个到暗时啊，规个囡仔就是安尼，就是软软啊。啊，甲搁较暗的时阵啊，开始有迄安尼会像救囡安尼啊。啊，较加在伊因为伊家己以前读护理的，伊知讲这真严重，牵上去。伊讲有当时有的囡仔安尼，你也无去看着，无去注意，伊安尼动静，伊有可能脑炎，伊到后壁可能后遗症就真严重。啊，搁有一种嘛是较少看着，可是嘛医生讲有当时这种病吼，伊就是真紧就变了足紧的，伊就就是迄个叫做脊髓灰就是一种脊髓灰白质炎，就是即马有疫苗迄种的，你知哦？嘛是急性脊髓灰白，B 型脑膜炎，脑膜炎双球菌，脑膜炎双球菌，伊嘛是医生讲之前嘛是啊，迄囡仔有当时啊，就是医生嘛足惊啊，来互你看的时阵，啊可能嘛是发烧啊那呢，啊可是伊可能真紧就迄个，所以有当时啊，即种拄我讲的像种救囡的镜头，可能来特别注意啦。可是或许有当时我讲笑亏好啊，因为。进前啊，有一个医师就讲，因为大家遮毋知影安怎顾囡仔，啊，你拄仔讲像阿嬷拢有即种寒，叫做阿嬷感觉做寒的嘛。讲伊讲有一个迄个大人啊，迄囡仔就抱来互伊看，讲医生，我囡仔吼，伊就发烧，然后医生就甲伊，因为即摆冬天嘛，甲伊拍开伊的衫一领，啊，搁一领，啊，搁一领，啊，叫发现甲穿足济，因为足惊寒嘛，甲伊穿足济。伊讲，我感觉伊无发烧，伊讲先生，我问你，如果你互穿遮济领衫，你会热无？你会发烧无？所以伊即马即情形，结果伊就讲无呢。我就讲毋是，因为不止发烧，我感觉吼，伊就是吼，骹感觉安尼无啥力。伊讲因为你一直互伊，毋知讲伊讲，因为你毋知创啥叫伊叫安落是干嘛？伊讲你骹会酸无？伊囡仔人甲大人共款嘛，你互伊一直咸干嘛？伊想要骹会酸啊？啊，你家己包安尼互伊烧到要死，啊，伊个酸啊，啊，你感觉伊足严重，其实一切拢是因为你伤惊。吼，就是有当时咱感觉足严重，啊，其实伊反而无遐严重。啊，当时感觉应该搁安尼袂歹哈，无代志。可是有当时足严重，像我印象进前讲，像囡仔有一种就是伊不论哪里痛，伊拢讲就腹肚疼。你有讲？囡仔安尼吼。但是台湾足好诶，有健保啊，所以即马台湾要看到小儿科医生是足容易诶代志。所以你若烦恼，带去互医生看不要紧。是上好的代志，就是安尼啦。系啊，因为不论哪里疼，拢甲你讲我腹肚疼。对，医生甲你看，啊，甲你排除掉有可能的较危险的状态，你就会较放心。但是咱哦，今仔日做这节目，毋是干那一个结论讲哦，啊，你若有问题，你就带互先生看。对。主要是吼，阮是希望互家长，像阮这种的吼，厝里还阁有即个2岁外的囡仔，甚至还阁还袂阁读小学的即个爸母吼。会感觉讲饲养囡仔吼会轻松，吼会阁敢过来饲，吼唔通讲哇饲一摆就惊着啊安尼，真正有当时是安尼，吼。但是咱就要知影讲要安怎在对待即个还阁咧破病当中的囡仔，老师还阁有啥物见解？要来对着即还阁咧破病的囡仔吼，安怎来拜托？除了食药啊，啊要安以后困癖也变歹，吼困癖也变歹，啊咱大人嘛爱对伊困癖歹。吼，今仔是伪装伪甲无啊，规个拢乌淋淋啦。吼，啊半暝嘛爱地啊，啊嘛会烦恼啊。这咱就爱做啥物生活上的安排，对啦，尤其是食，伊即马喙道真歹呢，啊敢无爱强迫伊食？
哦，讲到这吼，我是有生3个囡仔吼，所以经验嘛算还佫袂少，嗨，而且阮在幼保系家吼，阮主要就是教迄寡教保员吼，安怎去照顾囡仔。不止阮幼儿园的即寡教保员吼，因真需要即寡健康的即寡知识，家长佫较需要。吼，家长我需要这方面呢，家长要安怎看讲，囡仔到底什么时阵应该看医生，什么时阵爱去挂去诊？吼，首先你用目睭看，目睭要看啥呢？看囡仔即马人生生无？吼，有艰苦无？甲平常时无共款，你就知影讲，像拄仔讲的，头歹对无？就知影伊是人无爽快啊，吼，要抱啦，要安怎吼？无看觅用你的手，吼，第二你的手无看觅囡仔，有发烧无？有烘烘无？小可烘烘，你就知影加啉水，吼。但像我拄仔讲的，衫会烫几领，有流汗无？吼，流汗你嘛爱甲拭的，吼，莫阁吹着风，迄一直安尼湿落去，对身体嘛是会阁感冒。另外咧，咱耳仔莫听，耳仔听看觅，看伊迄喘气吼，有响响响的声，但是火车过的声，哦，尤其是暗时啊，吼，这暗时啊囡仔感冒吼，症头特别严重。你食无烧，可能暗时也烧，吼，咱咧带囡仔的时阵，点拢是半暝啊烧起来，吼，所以你耳孔爱听一下，但是伊平常时你食哦，已经咧流鼻啊，安尼暗时真有可能就会，气管就小可要发炎啊，吼，这就是咱观察。另外咧，咱搁爱用鼻啊，吼，用鼻看觅哦，鼻看觅，鼻看觅鼻啥？亲像伊吐的物件，你就鼻得出讲今日食啥吐啥，吼，搁伊放屎。吼，囡仔着放屎，你也嘛鼻看觅，迄味是无共款的。咱自出世开始，迄囡仔的屎吼，你食啥放啥，这足准的。哦，用鼻啊，用目睭，用手，吼而且你会当看会出来。即咱看医生之前吼，家长就会使用你的判断，吼，看囡仔即马情形是啥物状况。另外咧，但是讲即马囡仔已经酷嗽啊，咱真重要的，像即马开始吼，真侪酷嗽的即款症头会出来。不管是啥物病，囡仔若是咧酷嗽的时阵，你就爱甲歹痰，吼，亲像拄仔讲的，囡仔迄鼻真高对无？伊就结个闹后，结个鼻啊，结个伊的气部、气管，就爱甲歹痰，吼，咱手甲做安尼按起来，吼，为较只偏，吼，两边。拍奶共款啊？甲拍奶是共款，对，哦，这好爸爸，哦，咱就为膏肓穴这两边安尼甲打，吼，迄打咯吼。会当互你的痰对这高旺的所在，安尼甲打。对高旺的所在，甲拍到那个痰能够散开，吼，安尼囡仔迄气管发炎的机会就减少，嘛会减少伊变肺炎。因为咱这呼吸道的疾病吼，就是胃鼻啊，安尼一路一直甲肺，伊若病毒一直侵落去，迄个鼻一直落去，你的症头就愈严重，治疗的时间就愈侪。安尼，咱黄医生吼，就较辛苦啊，因为医生惊治疗啊，吼，有影医生惊治疗啊，是真歹治疗，吼，上无就爱一礼拜，逐长吼，你爱几个月。听讲即摆这 RSV 爱上无5天10天啊，想到就惊。有时扫较真久呢吼，但是吼，拄仔咱都讲有代志就紧送互医生看，但是呢，有真侪爸母啊，咱家己有当急的时阵吼，见到医生吼，煞变大字啊！吼，最主治人有当时去到面头前较大字，无就甲翁仔某两个，唔知伊要讲这，伊要讲迄，所以吼，咱若去整理着吼，这种医界的 LQQ 欧佩拉吼，大家就记拢 LQQ 欧佩拉吼，这 LQQ 欧佩拉毋是咧立体吼，头一个。咱请医师吼，也是三位来甲咱解说。一个医生会问 location 你什么位置，你倒位啦，吼。再来你是什么病型 quality 吼，你发病 quantity 吼，发病模式 onset mode，搁一个环境甲是诱发的即个因素吼 precipitating factors，搁加重 exaggerating 吼，搁要安怎 release 你什么时阵会较好？这到底是安怎来判断？医生，恁有还是讲这会当简化，互大家来学习？其实吼，较简单就是人时地事物啦，吼。人时地事物。对，嘿，啥人嘛，嘿，来看病的这个人嘛，嘿，什么时阵开始嘛，吼，什么情形伊较厉害，
嘿，然后事情，嘿，啊，偌久啊，有啥物镜头，吼，啊，啥物你有做啥物措施也较舒服，人事第事务安尼都会使啊。安尼就会使，医生就家己会当看啦。对，医生会问啦，嘿，因为这吼，LQQ、Opera 这是医生咧问诊的技巧，但是你甲医生讲的时阵，就是你强调你安怎开始有啥物镜头，偌久啊，嘿，啊囡仔有安怎不舒服，甲医生讲清楚都会使啊。咱是一般吼，有当时吼，比如讲我来去看，带囡仔去看先生，我会先甲讲啊，伊这当时开始，吼啊，伊这当时开始进前，吼有做过啥物代志，吼，咱有带伊去外口安怎，吼，譬如讲，伊迄届头一摆发烧的时阵，来前一天，拄好去注意了流感的疫苗啊，啊，咱就想讲是毋是这疫苗的这后遗症？会开始发烧，结果咱送去的时候，医生就头一个讲，应该是无，应该是无，啊叫咱转去，啊，互咱一寡药啊，啊差不多2、3天，就真正无去。这医生在迄阵时的判断是安怎来判断讲，这个应该毋是，到底是安怎来看，还是讲一般因为咱即摆会去拍流感的这个疫苗嘛，吼。因为疫苗引起的发烧吼，袂超过1天。嘿，所以你若2天前注射的，应该今日的烧应该甲疫苗无关系啊。哦，这观众朋友也知吼，你若疫苗注落去，应该是隔2天就发烧啊。嘿，24点钟以内会发烧，这是甲疫苗较有关系。袂前到2天去。袂，嘿。哦，所以咱就真正观众朋友要注意吼，咱若带囡仔去看病就是人事时地物啦，人啊，什么人，什么时阵啊，什么所在吼。嘿。啊，什么代志吼？啊，什么物件吼？啊，你这种物件，但是咱看讲主要吼，啊，佫一个，这儿童教育，这我来请教就这个教授吼，酷嗽袂当食甜的物件，而且是啉你的冷的，敢会使？吼，但是呢，咱看这咱网络找到的吼，看数据之下你也甲咱看，讲无实际证据指出讲甜的物件甲冷的物件。会诱发到这个酷嗽，无需要特别限制。我就想讲，啊，这药啊本来拢甜不啦，啊，到底是应该无应该？会使食，袂使食。就阮迄所，落爱甲搅多才要啉嘛。哦，啊，这是会使也袂使。但是囡仔吼已经咧酷嗽，啊有痰的时阵吼，咱来食甜的会刺激到伊的呼吸道，吼，啊，所以痰会愈侪，啊愈侪，你酷嗽，啊感冒就愈无容易好。啊，而且迄痰愈侪，伊就会为你的呼吸道为气部去，吼，啊会增加你破病的时间，会愈长拖愈长。所以上好是也是卖。嘿，上好是卖，嘿，因为甜感冒基本上阮都无赞成囡仔食甜的，吼，尽量是加啉滚水，而且是白滚水。啊，啥物时阵参照第二个吼？第二个啥物时阵需要啉到运动饮料？吼，除非讲即摆囡仔无法度食物件啦，吼，啊伊无法度啉水，吼，肠病毒连啉水拢吐，吼，然后嘛已经拢发炎啊，吼，破甲规个然后遮破遐破安尼，破甲吞袂落去，吼，啊但是即阵啊欠水分吼，啊就需要有一点啊电解质，吼，啊再会补充这运动饮料，吼，所以这平常时咧照顾的时阵吼，家长嘛是爱互囡仔加啉滚水。吼，水分补充是对感冒啊，佮发烧这是上重要的。哦，啊真麻烦，我头这2个拢唔对去，我第3个发烧哦，会烧歹脑啦吼，爱赶紧用冰降吼来降温啦，敢需要？安尼足危险的呢，嘿，因为发烧是身体的你的免疫系统正常的发炎，这是足好的代志。嘿，你爱互伊小可有一个作用，嘿，那但是囡仔若发烧也较不舒服嘛，所以这时阵若是要退烧吼，较有效是食退烧药啊啦，吼。那厝内底食退烧药不要紧，你会使。物理性的物件拢免，咱大人咧用的这冰枕啊啥。伊若是吼用了，伊会较舒服，你会使家己用，但是有的囡仔伊都无爱啊，嘿。你若感觉大人你发烧的时阵用冰敷，你若较舒服，这是叫做物理性降温。但是你伫发烧的时阵，你若直接要互伊体温降低，爱食药啊，才较有效。嘿。哦是，
苏建姐，你会记得，咱像阮这种会所的吼，阮的妈妈吼，拢会用迄个米仔落去捂迄个酒精。酒精啊，你用说凉啊，哎，阮母啊用足侪解啊。我以前有2件代志，阮母啊一定爱做。一件代志，我足够起凊毛，我食米啊有当时啊吼，食过敏，啊规身躯拢起凊毛。啊，阮母啊嘛共款，迄酒精有用迄温落，啊身躯切切啊电风安尼吹，因为凉嘛，啊就袂痒嘛。可是呢，发烧嘛是，后来感觉啊，你嘛是散热啦，可是我嘛是大汗吼。可是我感觉就是，是安那咱迄当阵的爸爸妈妈才紧张发烧。你想看嘛，咱迄当阵迄个时代啊，确实咯，咱身躯边哦，拢有即款病，有一寡同学，你有甲发觉讲，伊讲因就讲啊，迄当阵就是吼，伊细汉的时阵啊，伊发烧啦，烧甲头壳歹去，所以即摆拢安尼。到后壁才知影，其实毋是发烧烧甲头壳歹去，是因为伊当阵就是脑炎嘛，伊可能是迄当阵其实是脑炎啦，嘿，伊就是腻着咧，即种就是安尼，毋是因为发烧的缘故。可咱迄当阵毋知影，而且迄当阵的预防针嘛无遮济啊，可能迄个时代有即种情形，大家就想，所以妈妈这样做紧张，各种方法都有啦。可以我感觉，即摆妈妈较。所以到底是毋是会当用酒精落去切？散热啦。袂使，袂使哦，袂使哦，酒精袂当散热哦。你会使互伊洗身躯啦，嘿，洗温水澡安尼会使。阮阿妈佫有用迄个麻油啊，落去切的，有即种的啦。麻油毋是拢臭头才哩弄。对啊，嘛毋知什么撇步啦吼，佫加食药啊会伤身，所以呢，症状啦，小可缓解呢，就会当来停药。哦，这唔通，哦，这咱爱看是啥物药啊？爱看啥物药？对，啊是亲像退烧的嘛，你无烧就免食嘛。哎，这当然。嘿，但是若是你因为病情需要爱食，亲像抗生素。抗生素。嘿，这袂使一定要食完。一定爱食了。哦，这是大家，你若是药仔内面有抗生素的。嘿，医生会甲你讲，嘿，会使停的就会使停，但是袂使停的就爱食了。哦，啊，这咱头仔问过，囡仔若唔爱食，用罐的才是个药物哦，放伫即个牛奶啊、鸡汁内面啊，还是这饮料当中到底啉哦，讲灌药仔的吼，丸啊会去砸掉。对啊。哦，我见摆甲灌落去，伊就甲你捂，毋是甲捂甲阿公规面吼，啊无就是了去夹掉。啊，伊就加规个，头拄仔对我食物件，拢甲你吐出来，吼，也有即种，讲啊，上好是滚水，吼，温开水，吼，6分啊烧的温开水，啊，顶一摆感冒无食完，这应该即摆人较唔敢吧？无食完啊，即摆佫甲食。无建议啦，嘿。上好是卖。嘿，因为药啊嘛会过期啊，你放遮久安尼无好。哦，啊，囡仔的迄个减量啊，来服用大人的药啊。这应该是袂使吧？袂使，这绝对袂使，绝对袂使。这几个物件，但是呢，佫另外对着这个 RSV 啊，咱就想讲，即摆佫无疫苗嘛？应该明年后年会出来，嘿，即摆已经在发展啦。但是我知影佫有一种物件叫做单株抗体哈。这个单株抗体到底是啥物？听讲爱煮，但是一摆敢若煮15 cc， 爱煮6摆。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吼单株抗体，你就把它想讲是咱抗体，别人的抗体，你甲注到身躯内底，甲你先保护。因为咱看病是毋是外来的病原菌入来以后，咱身体才产生抗体，才开始保护。但是你若病原菌已经入来啊，你家己产生就来不及啊。所以 RSV 的迄单株抗体，就是你还未拄到 RSV 症状，就先甲抗体注到身体内底。RSV 若来的时阵，这抗体就会使甲你斗3工，甲迄病毒。我用这个白话来翻译一下，就是讲，你 RSV 的病毒还未来进前，我就先注解药啊，伫内面，伫内底等，伫内底等你。嘿，哦，对。这是一种，这叫做单株抗体，叫做单株抗体。但是这都是疫苗有啥无共款？无共款啊，疫苗是迄 RSV 的迄蛋白质，你甲伊注到身体内底。啊，我是毋是模拟讲 RSV 若来的时阵，我身体就爱产生抗体，我家己产生我家己的抗体。哦，这是无共的。苏建志，你甲咱小翻译一下吼。这用这个台语小甲咱翻译一下。我讲的敢对毋对吼？迄种疫苗就是讲。甲即个歹物啊，甲减毒，
吼，或者是甚至减毒也是纯化，就是互你身躯去先熟悉这物件，我会先煮。互你把这个物件啊注入去，啊，互你身体家己产生着能力，是安尼吗？是，就是讲你的免疫的系统就了解，有熟悉这个病毒，熟悉这个病毒了后呢，后摆佫拄着伊。就知影讲我熟悉你，我就知影，我甲你拍这歹人，我会甲你抬掉。是，啊，可是你迄单株的抗体毋是啊，单株抗体别人的抗体，毋是你家己的，啊，就是即马先甲你传落好，啊，即马 RSV 入来。先派两个警察啊，伫咧内面。是。啊，但是啊，所以按尼意思就是讲，这做一摆，无做就无啊。对，无做就无啊。哦。因为你先免疫系统无熟悉伊啊。因为抗体有寿命嘛，时间到伊就无啊，所以你爱一个月煮一届，啊，但是无拄着伊嘛是会死去，所以这是爱传的。所以大家咧知影这个单株抗体，因为咱知影讲伫 COVID-19 的时阵，自开始的时阵有这个较有身躯病、较这慢性病啦，什么人因无法度注这个疫苗的人，因就爱注这个单株抗体。拄开始的时阵。拄开始的时阵。对Delta啊。搁较开始的进前的时阵，注这个单株抗体，但是都你还未拄着进前，都爱先做。哦，但是伊这有有效的问题就对。对。但是即马咱去做，敢会付啊？即马就是吼，因为第一伊有时间的限制嘛，啊，另外伊足贵的，嘿，足贵啊，足贵啊，你要问啊，足贵的，足贵的，是超过偌贵啊？我记几啊万呢？几啊万哦，嘿，几啊万哦，嘿，几啊万，一个月几啊万。安尼开起哦，会较紧。不是啦，RSV 其实吼，你若愈着你较大汉的就会较好啊，都免烦恼啊。嘿，但是惊讲较细汉的时阵，影响到呼吸道较严重，你就爱较烦恼。但是慢慢啊，你较大汉，头拄仔讲的嘛，5岁左右的时阵，差不多9成的囡仔拢有得过啊，就免烦恼啊。所以会使讲是，譬如讲，我伫细汉的时阵，其实也得过 RSV， 对，只是甲当做感冒共款。对。哦，或者是讲医生有甲咱讲，咱无记掉的。应该说，毋是所有的人 RSV 得到都会拢会遮严重，有较细汉的免疫力较歹的，吼啊，有时是早产儿本来细胞就较歹，啊心脏有问题的囡仔，这会较危险。所以即马健保就是早产的囡仔，心脏无好的，吼细胞有问题，就是有迄慢性肺病的囡仔，即马健保有补助，有给付，嘿，有给付的。对。徛在这个照顾者的立场吼，不管是爸母是大，咱看到这个囡仔吼，在这个 RSV 也好，尤其咱即摆拢讲这个 RSV 的大反扑，哦，这个病毒出来吼，已经这叫做免疫症啦，哦，这2-3天大家拢封甲真扎啊，所以一放开吼，所以咱一般日常当中啊，应该注意着什么代志，互囡仔，就头拄我讲的就是，是放啊，还是讲特别注意什么代志，互囡仔安尼，较在正常范围当中，不管是感染还是无感染，教授。基本上吼，咱在平常时生活的时阵吼，我拄仔讲过啊，病毒拢在咱身躯边，吼，所以咱对家长来讲吼，第一就是爱注意囡仔平常时的状况，吼，你爱观察，啊，但是有啥物镜头的时阵记录落来。什么时间？吼，像拄仔医生讲的，啊，有啥物镜头？体温偌济？吼，啊，亲像我讲一个案例吼，一个妈妈伊礼拜四啊，带囡仔出去佚佗，转来开始酷嗽啊，酷嗽过2天吼，今仔日读书去，转来了后，哇，即声发烧啊，吼，发烧烧甲真烧，而且吼食物件拢吐出来，就是RSV 的病患啊，所以呢，咱就爱甲这2天仔的这伊的镜头记录落来，吼，亲像礼拜四啊，带出去佚佗，伊酷嗽，嗽甲真尖啊，有痰但无痰，痰烂是啥物色的，有流鼻无，发烧是几度，甲今仔日咧吐出来情形是安那，中昼有食无，早去食啥，这拢是爱爸爸妈妈会使做的，咱即马爱特别请家长，你会当做的，平常时就是爱注意囡仔的情形，无即款天气变来变去啊。早起暗时啊特别冷，你有加清一点啊无？
啊，中昼时啊去幼稚园了后，算落较热流汗，囡仔袂晓出汗，啊，家己嘛爱注意一下吼。啊，而且在佚佗的时阵吼，啊，囡仔有较食洗手的无？吼，这洗手真重要哦。爱洗手。洗手啊，吼，食物件。因为听讲 RSV 嘛是会透过这个，比如讲若是拍卡唱，对。啊，这病毒伫桌顶，啊，手去捂着，啊，过来食。嘛会传染，嘿，对，所以亲像安尼洗手吼，咱会当避免一寡接触传染，吼，摸到会传染的病，伊基本上你有洗手，你有酒精消毒，啊，这款传染病咱就会当甲伊断绝，吼，啊，口罩，吼，挂喙安嘛是一个预防真重要的方法，吼，只要是呼吸道这款传染病吼，咱挂喙安，伊就是一个保护。哦，对囡仔来讲哦，这款天气风透透，差不多有当时出去佚佗者，转来开始2缸鼻水降流，哦，啊，但是迄个身躯就烘烘，哦，啊，就会开始有症头，啊，即阵啊吼，咱爸爸妈妈啊都要较注意的，哦，因为你时啊一开始有症头，啊，到暗时啊，症头就会愈严重，哦，啊，就爸爸妈妈较辛苦。这我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吼，咱是大人，咱会惊讲细汉囡仔会传染互咱嘛。大人会得这个 RSV 袂？会啊，会啊，啊，就是一般感冒啊，就是一般性的感冒。咱就是惊迄幼囡仔，因为幼囡仔伊会着吼，伊会较严重。啊，种咱大人吼会着，正讲就是一般感冒，因为你进前得过，所以我感觉讲，你有当时爸爸妈妈想讲啊，即马要安怎？你拢讲迄免疫剂啊，即马这是一款病毒，伊拢还袂得着，啊，即马拢排队是要赶进度。啊，我重点就是讲，伫遐拄啊是安那黄医师讲，总讲咱是安那政府有补助，是补助遐早产的啊。也是心脏的问题，因为这个囡仔伊较脆弱，伊的免疫的能力可能较无好，啊，伊的结构可能较有利于这个病毒吼，所以咱爱保护伊。啊，其他一般的囡仔，我感觉咱保护的方法2种嘛，一种就是咱宿主咱家己先这个免疫力要培养起来。伊食了好，伊困了好，伊平常有运动，伊平常有晒日头，伊的免疫力较好，啊，可能即马病毒来的时阵，伊就袂遐严重。啊，第二就是即个病毒的问题。啊，是安有人为着足严重，有的人为着感觉较好。除了讲我本身的体质了，另外一个讲你病毒的多也少嘛。你看，即我一届拄着100只，嘿，我一届拄着100只，到一届拄着1只，无一定就有差。所以拄啊，老师讲遐习惯，现在现在爱保持了吼，现在爱洗手，现在讲我即马卖有咱囡仔因为过敏的足济吼，啊，人目睭上的时阵呢，回一个，回一个，所以讲这习惯啊，保持较好啊，着算我去拄着，我嘛希望讲，伫我身体状况较好的时阵拄着伊，啊，离伊同少的时阵，莫一大堆，啊，安尼情形就是我虽然会着，啊，我就是度过去了，啊，我就得了抗体啊，这叫做伤害控制。嘿啊，啊，我就是即个坐就行啊，即个坐就行啊，啊，就免讲，因为加减行伊一寡嘿，就过去啊嘛，所以就是讲，你有一天是一种想法咯。嘿，你有一天会拄着伊，啊，你拄着伊的时阵，用个平安下庄就好啊。哦，是，因为准备好了，大家要准备好了。但是他都要，这受经济也有讲哦，讲其实大人得 RSV 就是咱普通的 common cold， 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大人大部分拢有抗体啊，嘿，抗体拢有啊，所以你拢有拄过啊，所以身体有知影，敢若你若有拄着，大家老朋友啊，小杂杂的安尼。毋是啊，都知影嘛，都知影讲这歹人，都家己刣死啊，都袂发病。但是老人爱注意啦，哦，老大人，较老大人嘛是爱注意。所以有当时像阿嬷、阿公、阿个抱孙。啊，阮这最起码啊个咧 RSV， 可能还去小注意。嘛是爱注意，对，因为较老大人的免疫系统较嘛是甲囡仔同款嘛，都是老大人甲囡仔是咱爱保护的族群啊，爱较注意啊。是。伊说啊，佮上后尾甲你整理一下吼，第一就是发烧悬度比起发烧偌久，倒一个较重要？偌久吼，悬度是超过41度，这爱上急诊，这上41度，毋是39度，毋是39度，是41度爱上急诊。那若是这以下的，伫靠啊长度2天以上爱较注意。2天以上，对。假如39度连续上有2天，嘿，这就爱较注意。啊，若38度5、38度3这种的咧，这
拢共款，都是发烧，嘿，啊，若是发烧，你就注意伊囡仔的精神佮活动，若是小以外，伊精神活动会食会困会佚佗，安尼就不要紧。会摇巴叉还佫 OK。对，但是不管有烧无烧，囡仔若精神歹，这都是爱注意。是不爱插无爱插安尼，对要爱较注意啊。这都爱较注意。哦，本来安尼吵吵闹闹啊，点静静。对，你爸母感觉怪怪的时阵，都是爱看医生的时阵啊。哦，所以其实都无一定讲爱注意甲遮济物件，但是咱就平常时用咱上咱都最直觉啦吼，上直觉的来观察这个囡仔，啊，甲咱相处。譬如讲，头拄教授甲咱讲的真受用啊，伊会甲你偷拍，平常时拢无啥爱插我的，突然间会来讲爸爸安怎，迄就是有问题啊。哦，我掠做是讲伊要甲我偷车，结果是要叫我去带伊去找医生的意思。人工好。哦，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这 RSV 这防疫剂吼，大家要慢慢啊用。